耶和华伫万里长洲迄边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。迄时当热，亚伯拉罕坐伫帐篷门骹口，举目观看，有3个人伫对面徛咧。伊一见就对帐篷门骹口走去迎接因，有拍在地，讲：我主，我若伫你眼前蒙恩，求你毋通离开僕人，往前去，让我摕点仔水来，恁洗洗骹，伫树下休息。我阁摕一点仔饼来，恁会当加添辛力，然后往前去。恁记甲仆人这里来，你当如此。因讲，就照你讲的行吧。亚伯拉罕赶紧入帐篷，见撒拉讲：你紧紧摕3细仔细面调好做饼。亚伯拉罕阁走到牛群来，牵了一只阁整阁好的牛犊来，交互仆人。仆人赶紧备办好了。亚伯拉罕阁摕了奶油甲奶，并备办好的牛犊来摆伫因面前，家己伫树下倚伫边仔，因就食了。因问亚伯拉罕讲：你牵手撒拉伫倒落？因讲伫帐篷内。3人中有一位讲：到明年这个时阵，我必会倒甲你这里来。你的牵手撒拉必生一个后生。撒拉伫迄个人后边的帐篷门骹口，也听到这个话。亚伯拉罕甲撒拉年纪老迈，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。撒拉心内暗笑讲：我既已经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敢会有这个喜事呢？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讲：撒拉为什么暗笑讲我已经年老，果真会当使用吗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个时阵，我必倒甲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后生。撒拉就惊吓，无承认，讲：我无有笑。迄位讲：不然，你实在笑了。3人就为迄边起行，往索多玛观看。亚伯拉罕也甲因同行，要送因一程。耶和华讲：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拢必因为伊得福。我眷顾伊，为要叫伊吩咐伊的众囝，甲伊的家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互我所应允亚伯拉罕的话，拢成就了。耶和华讲：索多玛佮俄摩拉的罪恶真重，声闻伫我。我即马要落去查看因所行的，果然亲像迄个达伫我耳中的声音同款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影。2人转身离开迄边，向索多玛去。但亚伯拉罕犹原徛伫耶和华面前。亚伯拉罕进前来讲：无论罪恶，你拢要照灭吗？若是迄个城内有50个义人，你也照灭迄个地方吗？无为这城内这个50个义人饶赦其中的人吗？将义人甲恶人同待，将义人甲恶人同款看待，这断毋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主，敢袂惊公义吗？耶和华讲：我若伫索多玛城内见有50个义人，我就为因的缘故饶赦迄地方的众人。亚伯拉罕讲：我虽然是土粉，阁敢对主讲话。若是这个50个义人得了5个，你就因为得了5个毁灭全城吗？伊讲：
我伫遐里，若见有45个，也不毁灭迄个城。亚伯拉罕阁对伊讲：若是伫遐里见有40个，安怎呢？伊讲：为即个40个缘故，我也袂做即个事。亚伯拉罕讲：求主毋通动怒，容我讲，若是伫遐里有30个，安怎呢？伊讲：我伫遐里若见有30来个，我也袂做即个事。亚伯拉罕讲：我阁敢对主讲话，若是伫遐里有20个，安怎呢？伊讲：为即个20个缘故，我也无毁灭迄个城。亚伯拉罕讲：求主毋通动怒，我阁讲即一摆，若是伫遐里见有10个呢？伊讲：为即个10个缘故，我也无毁灭迄个城。耶和华甲亚伯拉罕讲完了话，就走了。亚伯拉罕也转到家己的地方去了。